今仔日试看卖讲，这麦克啊，我转较细声咧，较袂有迄个声音，安尼变变叫的声音。今仔日就是我共款游玩伫即个群组，是伫线顶，一个社交的平台，因为有台文班的作业，就是写一寡短短啊，讲今仔发生啥物代志。我嘛顺续讲有一个习惯，就变做讲，伫面册有可能会写一寡发生啥物代志，毋过就是会用中文写的，因为交一寡朋友有可能我较会用心计较，讲这甲的文章，这甲伊的发生啥物代志，无人要伊，有可能有这种心情。即马就用台文白话字，去写，毋过就是换一个平台安尼。即个平台有可能会有熟识朋友拢是白话字的友志，嘛写不哩啊济，就是用台文去写文章的时阵，就较袂讲去黑白想，就是拢足专心，想讲甲这想要表达的文章甲伊写出来，袂亲像以早共款，以早拢会想讲，拢会想讲，这爱写什物款的文章较有人看，爱写小说，毋过小说可能爱短短啊，毋过就爱定定想一寡故事，无共款的故事，嘛爱开一寡时间去结构即个人物故事，就恐惊家己无遐济灵感。毋过若讲写家己生活中的感想当然就无共，就是当作练习，而且大家嘛会去看，安尼嘛是较有即个内容去写，因为拢是家己心内的想法，用台文去写出来，就是练白话字，搁练习讲去查一寡台语要安怎写，有啥物新的词，较有台语气的词，就当做一种习惯，互家己做甲真惯势，安尼嘛真好。而且拢是有白话字的友志，嘛会去，互我一寡回应，就是伫即个群组、即个社群内底，就是较集中，就是大家关心的物件拢是白话字啊，吹杀台语啊那变做讲，我嘛有讲昨去上课，就是爱钱的家教，线顶家教的课。毋过这个老师一开始就感觉讲伊讲甲真好，伊的台语真正足有台语气的，嘛使用足侪词，拢是较深的词，是袂歹。毋过就是讲听2届以后，就是想讲家己嘛想要练讲，毋过这个老师伊的弱点可能就走出来啊。一开始就是只无遐济时间，当然就有一寡美化，就甲伊想甲讲以早拄着的人台语拢无遐好。就是伫共款的线顶家教的平台，这是台语讲甲上好势。毋过真够讲台语真够教册，真够教台语，真正是无共款的代志。就变做讲，这老师就一直讲家己的代志，
这白书仔当册时一开始，我伫面册有一个70几岁70几岁杜先仔的老人家伊就台语嘛真好而且汉蚵仔可能因厝人有学汉蚵仔伊讲的拢是较河洛话迄派，就是讲拢用古音去学毋是即马教育部台语认证迄种系统，伊毋是。毋过因拢有共款的问题，就是口仔讲，一直讲，佫讲家己真厉害。毋过伊无想讲，对我来讲，我听遐济实在是无进步，就是伫遐戆戆仔听尔。毋过当然就是讲找一个人去做即种一个对一个的教学，当然就是想讲爱针对家己的问题毋过因拢有一个问题，拢是较看学生无去照顾学生的需求，就亲像讲因就会家己有主张就会讲你即马台语就讲无好，你即马就爱去听啥物听啥物白叔仔讲即马台语无好，我阁用台语甲因对谈可能较无资格因为讲我发音阁有一寡变调有问题，因敢若会感觉奇怪无舒适，毋过无法度去甲我改进，有法度去点出我的问题甲我改进。这真正就是一种技术一种教学的一个技巧，毋是每一个会晓台语的人拢会晓教白叔仔讲数学即种物件有的人数学足厉害，毋过叫伊去教学生囡仔，伊就会想讲就是安尼这学生我嘛无法度甲伊看伊有啥物问题分析讲爱安怎甲伊讲互伊捌安怎加强伊的练习。有可能安尼的老师就一直做题目伫遐解说就是伫学生的面头前伫黑板用黑板去写讲这题爱安怎改答案拢出来。毋过这学生是看老师表演尔真正做老师是爱有法度甲人改物件甲人改物件，互人进步毋是看讲这老师足敖的，啥物拢会晓就听老师讲就好这应该就是讲演者爱做的代志。毋过毋是一个教学的人，若想讲是团体班，阁有可能就是老师仔讲因为台骹遐济学生无法度每一个拢针对学生的问题若亲像即种足敖的人，毋过无法度讲甲一个较袂晓听都无遐好的学生去甲伊使伊进步，互伊进步就变做伊较下去上团体班用演讲的方式就足精彩的讲甲安尼讲甲喙烂全破安尼有可能对学生来讲嘛是讲有听有进步，毋过就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就安尼，无应该阁用共款的方式一直去强调即个老师本人学问真饱，啥物拢会晓讲较白就是听广播电台
去听演讲，听 podcast，内底敖人嘛真济真济啊，就是伊需要讲去看即个学生啊，想要安怎学习，而且袂当讲用家己的角度，甲学生仔讲，你著去市场，你若要找人去练台语，你著去老人院，去甲老人地仔铁就好啊。当然，讲这就是喙地讲，出一支喙尔尔。即马现此时，就是我甲老师伫遮，结果老师无法度去甲我练习，就搁叫我去倒位练习。有可能老师的想法是讲，即个学生仔伊的需求无专业，老师本人上专业，老师做的安排是上好的安排。当然嘛会当安尼，毋过我着感觉我无进步。我若无进步、无感觉的话，当然就不好，就无法度讲，老师讲你毋免管你毋免去想讲要安怎做，我甲你安排就好啊。若爱安尼甲学生仔安排，着爱互学生仔感觉讲，有进步。这着变做讲，有个人台语真好，嘛真会讲，有法度表达家己，毋过伊无法度去引导去引学生，去甲伊共款厉害。袂当讲老师家己厉害尔，学生仔拢一箍推，戆都上课安尼拢戆。像下笔是做学计的，真好的老师，而且伊对每一个网友嘛会去甲人改进就是当然就是伊有合食这道饭的，有的人有可能就较无合食这道饭，即嘛互我就是看无共款的代志，有无共款的想法。以早有人讲即个专业好，毋过无的确无的确会晓教，无定着会使甲学生仔教会晓。以早拢是听别人安尼讲，即马实在是有经验啊，就知影讲，这到底是为安怎会安尼讲？当然就是，若无法度互学生仔感觉讲伊进前讲这话无顺，即马变足顺啊！亲像我即马阁有继续去找即个家教的老师，拜师的家教的老师，虽望伊是用一个教材安尼一直念，毋过真正我着有进步，虽望方向无共款，毋过就真正嘛有进步，我着变做讲，阁会讲，真爱阁继续上课。就是每一个老师当然是无共款的，毋过有一寡老师就真正，做这道是较无适合，就是一直表现家己，一直苦仔讲，想要做学生心目中的明星，安尼实在是，若学生仔无法度进步，变做这老师就家己去录 podcast，自头讲到尾，甲一寡伊感觉讲这个书真好，伊就录 podcast，甲这个书保留落来，安尼嘛真好。毋过就变做讲，若
开我的学费，录伊的 podcast， 有迄种感觉，因为无互动啦，伊嘛无，就变讲，即两个人拢共款，就是会当自头讲到尾，我无任何反应，伊嘛无差，无甲即个学生仔当做即课程主要的角色，颠倒是甲老师即个角色变甲足重要的，变讲一直苦苦啊讲，学生无反应，然后学生仔有提出意见，拢无法度影响即个老师苦苦啊讲，这嘛不要紧啦，这嘛是一种体验，阮着即个老师的课，若讲以后着袂阁去上啊啦，逐个即届有趁烧的时阵有爬一寡课，真正着变做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就是台语真好的人，保底卡会有法度去互别人的台语共款有进步。当然学生仔无法度讲甲老师平好，哪有可能？嘛毋是讲一直听老师安尼伫遐提安尼提，就变啊共款好。那亲像即个家教的老师，伊就会讲你就会使，你讲话就会当牵一个调，话陪实在是。伊安尼讲是理论，毋过伊无带我去练习。一开始的课有可能伊阁有带我去练习，毋过我嘛发现讲，伊这套对我来讲，嘛无啥物牵一个调安尼，是安怎？啊无就是即个老师会讲你着你的气你的气较足咧，安尼讲啊足抽象的。我嘛想讲变怎做？伊嘛无讲我即马的气是安怎，就变做有淡薄仔讲凊彩讲讲的，就伊讲伊嘛无关心讲，我到底知影有了解无了解？我有法度家己去练习无？像讲其他的老师虽讲是较传统，就是讲，伊教台语是无啥，就是讲你有啥物下喙音，即马无标准，你爱去练，爱安怎安怎。对我来讲就有帮赞，我就知影。即马我是想讲，我若讲规篇呢，有可能我的连续变调，倒位我拢无变调，有一寡小毛病，有一寡问题。若讲有一个老师是做交教，伊有可能就安尼听，就讲你每届两个同事，第二个同事你就无变调，安尼甲我点一下。当然这就做专业的，毋过有的人实在是台语真好，伊就讲你讲安尼无啥好，你叫伊安怎甲人改进，伊嘛讲无落来。真正的，教册毋是讲老师足厉害，是一种名称的老师，大家拢甲这个老师抱，讲这老师怎会遐厉害？即马这个时代，而且台语就算是逐工上电视，有主持也是做来宾，嘛无可能讲正做一个台语老师的名称，是无简单啦。就是就是讲，真正嘛是爱转来讲，你有法度讲，互即个学生仔感觉讲对，我就是拢有即个毛病，我着每届即个音，我着出册，无着伫倒位着优拄，安尼讲的，阁有法度讲，指导，就是会引学生仔去改，
去解伊的问题。那迄就真正足厉害啊！安尼老师就真正有价值。我即马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讲价值即个物件。价值呢，咱拢是叫是讲台语真好，啊无就是讲你做一个主管，管东管西，啊无就是你做一个主管，就是哦，这这公司这部门每一项代志你拢知影。毋过这甲做一个好的主管，做一个好的老师，毋是绝对的。真正就是有一个关键，有一个价值伫内底。真正是安尼。就若亲像讲，有时阵我来学台语，我咧写小说，做啥物代志，我应该爱知影讲，对我来讲，这内底价值是啥物？毋是讲拢毋知影就去轻视别人。别人会当做老师，做台语老师，我嘛认为讲，这就是上悬的境界。有的人是讲参加比赛，啊无就是搁去考认证。有的人就是每一项对这价值的这个看法拢无共。我就是爱拢看互透，而且找着家己的价值。这意思就是讲，若讲我去抢，共一种甲别人抢一件代志，一个位置来做，毋过这有可能我就无下做这款的工课，无下做这种势头。那亲像讲，伫大学的时阵，读大学的时阵，就是我足想要做这地下社团地下社团的社长。毋过别人拢甲我反对，我就足无，拢感觉足气愤的，足愤怒的。毋过有可能我的价值会当发挥我做人的价值，真正毋是做社长，是伫别位所在。毋过咱拢无去了解家己，拢靠啊对别人，对即个社会讲势，就别人安尼，就想讲家己嘛爱共款。这就想讲共款伫学台语讲台语，我的价值敢是讲台语讲啊真好，一开喙就真侪人讲这人台语真好，靠我的讲台语的能力，有可能毋是安尼，有可能我的价值是翻译，啊无就是写一寡文章，有可能伫遮。我对文字真正是较有即种感觉，学起来，写起来去创作台文的作品，是真正讲较无较有成就。若讲叫我去学啥物拼音，即个字安怎发音，我是有的人可能一下就晓，我安怎学，就学甲真痛苦。我就毋免讲着去讲，我就想要甲别人共款。短短仔时间，学2个月，讲甲足水气的，有可能讲甲足水气的，这毋是我的会当互我的价值，会当甲我的价值，家己发挥出来，有可能毋是哦。有可能我的价值伫别位，像讲虾米老师真正，伊的
价值嘛真正有发挥出来，有不时就是甲人指导讲即个台文的用法，这对阮要学台文的人足重要的。安怎讲？阮着需要讲这正统的这台文要安怎写。毋过着无共款的人追求的物件无共款，有可能伊需要的老师着无共款。亲像若台语房，即个借课，你若伊着完全无需要即种物件，伊着是讲台语讲较做轻松，有一寡台语伴，有一寡联谊啊，有一个会当讲话，一个课仔内底拢是大家拢互相熟悉，随时拢会当开讲，有讲话对象。伊无，就是伊无兴讲去学安尼上正确的讲传统的台语开的，无难着华语的，伊无需要知影济，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价值拢无共款。我即马需要做的，就是找出我的价值甲别人的价值，就是去找即种物件。找着以后，我就会了解讲，毋免无需要大家甲我认同，而且我嘛会包容讲，有的人去做即项代志，有的人用别种角度去做。亲像借课伊开台语房，伊毋是行阮即个路数的，就是随讲台语、母语即种路数的，伊找朋友尔。毋过伊当然有伊的价值，毋是每一个人拢爱行做严肃的，拢爱学台语文，拢爱学拼音。有的人就是不爱即套。就是爱较轻松，就平常时上班就足忝啦。因敢若是想讲找一个所在，用台语讲嘛好，用华语讲嘛好，拢凊彩。就是讲，即朋友即个课仔内底，随时有一个伴，就是变做讲，我爱找找家己的价值，而且我嘛爱找着所在。莫伫一个讲我的价值无法度发挥。举一个例，就是若讲第一借课的台语房的话，当然我的价值就无法度发挥。因爱的有可能就是真够开讲，有法度讲，甲即个房间扩大，愈来愈侪人，拢来这房间开讲。像我讲，啥物拢爱想讲翻做台语，莫着华语砍去。我即种信念伫遐就袂合，嘛无价值，而且佫是颠倒是着人翕相，翕相的一种做法。毋过我若找着正确的所在，我安尼坚持，大家就讲对，阮就需要这坚持的人。颠倒有人无坚持，就讲凊彩讲的台语，就是大家听有就好。用一寡华语南掺华语，就亲像讲广播电台播音员嘛真济，就是伊做够讲台语的，毋过伊嘛会南掺一寡华语来讲。伊就想讲这无啥，毋免去追求拢讲台语，因为即个社会就是主流就是华语啊。当然安尼的人有可能就是伫阮即个坚持是纯台语的即个纯白话字的课仔内底，就即种人就讲你安尼甲阮破坏阮即个足纯的、足坚持的。毋过即个安尼的播音员去别位去借课的房间，
都足受欢迎的。就是讲，我就是爱知影讲，爱找着所在，爱认捌家己。那亲像讲，迄个查甫伊也无我都毋免去想讲，伊哪会看着我都安尼真册足册我这个人是安怎？我毋免去想即种物件。举一个例，就是今仔日鸡仔伊嘛对即个工课无足用心。毋过，伊对工课无用心，伊颠倒袂想讲你即个工程师是几分？对我有帮助。你讲话安尼无重点，我听无。伊颠倒袂去安尼要伊即种物件。伊着有代志，伊着找我；无代志，伊嘛无想要找我，伊着做伊家己的代志。咱一间公司看啥物立场，当然就是讲，做拍拼员工当然是公司的立场是好员工上好。毋过，若拢是同事的立场来讲，有个人看起来足拼的就亲像进前处女座迄个同事金同事石头路家己石头路迄个伊就变做看起来足拼的做啥物工课拢足认真的。毋过，伊一看到我就若亲像看到冤仇人共款。我想讲，我是安怎嘛毋免安尼，而且遐济年拢无法度去放轻松。我嘛无啥物对伊不起的代志，有可能有小可代志是较白目较白目。毋过嘛无需要安尼毋过就是变讲对工课上足认真每一个大大细细拢足要伊的人颠倒伊就是会互我压力。这就是变做讲，即个价值对我来讲颠倒是对公司对部门来讲有价值足要伊工课的人颠倒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这就若亲像讲，即个同齐吹沙某伊有一个阿母伊是真正足认真、足拍拼足坚持的。有可能伊对有一寡人来讲有即个压力伫的。毋过对我的角度来讲，就需要有即种艰辛的人即爱有即种人。因为我以前嘛伫咧台语房，就大家拢凊彩就好，无讲台语嘛无要紧，就拢无要伊。我知影讲有时阵有人足固执，讲坚持啥物物件，这颠倒有法度去保留一寡物件。像虾米有可能就是去做足侪代志，伊若毋是坚持，伊若今仔讲我著交朋友就好啊。伊若无讲坚持讲要爬话字啊，无坚持讲要安怎，有可能伊就足侪代志袂做啊，因为拢讲这嘛免做啊，这嘛好，遐嘛好，拢凊彩。这当然就是人甲人之间有的时阵看用啥物角度来看咱亲像讲，我今仔我不时就是甲隔壁的同事伫遐开讲，这对公司来讲就是哎呀，对顶司来讲完全无价值，足困扰的。毋过对我来讲，这就是互我一个成长的机会。我足珍惜即个机会。有时阵我的想法会甲你限制，而且想的无的确是会使互家己讨白有较好的、较悬的角度，较
解脱的角度，吼，有时阵毋是呢，即个角度是愈软愈入去，愈来愈互家己麻烦，会愈来愈就是有时阵毋是，毋是为即种较好的角度，来去看代志。毋过若无一个人伫边仔，我讲我的想法，伊嘛甲我点一个，我知影，这就若亲像讲，有个人，我就进前讲家教，迄个台语家教，伊就是嘛，毋管学生仔伫想啥、需要啥，伊就一直讲家己的代志，甲开讲共款啊。若讲今仔日两个人伫开讲，几个人伫开讲，有个人嘛是一直讲家己的代志。毋过有个人就是讲开讲的时阵，会点一个讲，你安尼想安怎安怎，这就若伫台语内底，就是会当互我台语讲甲较好势，较袂走音去，会使会使学较济台语的开口。若讲用开讲啊，做人安怎对人生即个态度来讲，这隔壁的同事，伊就是若亲像老师共款，甲我点一个，讲你即种想法安怎安怎，就是有合作老师啦，就人生的老师，真正有合。真正，我即摆看代志的角度都无共啊。我嘛知影讲，当然即个价值对我来讲真有价值。每工安尼听，就知影讲家己想法无想袂开的所在，爱安怎想就是想法的一种改善，互家己想代志，莫安尼愈想愈郁卒，愈想愈束缚家己，是用颠倒变的方向，就是拄着代志，拢是用较无立场，袂讲一开始就先判断，判断讲这是善恶，去善甲恶，亲像迄个查某夜妇，有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想讲，即个人分数足低，伊有家己一个评量的拍一个分数，有可能，伊就心内拄着即个人，就想讲，即个人是安怎安怎，足济册仔，足济册仔的人，有个人就是，伊有可能伊的头壳内底是有即种，足济册仔，足济册仔，即个人足济要怎讲，足济星，加星，足济星。毋过我想讲，我就是改我的思想，我不爱去替一寡代志拔条条。亲像讲，迄处女座迄个同事，随便伊对着即个旧顶司，去新的公司，安尼看起来一切拢足圆满的。毋过，伊若讲对待工课上迄种无安全感，即种痛苦的感觉，伊无去改，伊的问题永远是会出现。伊的问题就是，这嘛无啥，伊就看甲爱认为爱真痛苦，较会当。我迄早嘛是安尼啊，我就想讲，若上班安尼伤快乐，就是一件无好的代志，就是安尼真痛苦，安尼较会互人感觉讲这个人有价值。若讲无去改即种想法的话，家己就是害着家己，拢毋知影问题伫
倒位。我即摆若讲行的路线，就是加看看代志，看较远，无共款的角度，而且就是去找价值，找家己的价值，而且看别人的价值。我若是安尼话，我着去待每一个人，我拢感觉足好，足感恩的。若讲即个昨迄个家教线顶的家教，有可能有啊，伊当然有价值啦，伊的价值就是台语讲甲真好。即摆少年仔足侪人足久无讲台语啊，台语拢讲甲无好去啊。伊无，伊当然有伊的价值。只是讲我的期待有可能是别种，毋过嘛是有帮赞啦，就是若做 podcast 嘛是安尼罔听对。我嘛是今仔就是伫即个8月2的群组内底人嘛有甲我小解讲，即Twitter 内底安怎有一个开讲逐工拢会开放会开讲的所在。我着讲我知影，毋过我着定定毋知影要安怎入去。原来这是爱有人牵，因嘛有足热心，因为伊嘛想讲这个人足有心来遮。因是足惊讲拄着一寡白目的，来遮讲华语的，来迫害无倒来遮去泼冷水的，讲一寡讲啥物汉人啊，安怎几千年文化，有可能惊拄着即种青仔粽，伊嘛较谨慎。毋过有可能我着讲我虾米的学生仔，安尼当然着有差，着甲即老师搬出来。就是即摆就是讲，有一寡资源，而且我嘛因为讲家己有进步，而且我行的路线我嘛认为我行安尼是对的，就是我对台文这方面去拍拼。我毋是去行迄认证考试。对我来讲，这认证考试有考着嘛安尼尔尔，而且若讲要去报名，要去考，迄工着无法度去阮翁的公司甲伊斗3工，安想想嘛困扰啊。就是毋过若讲行台文这个路线，我本底着想要写一寡文章，写小说，有一寡作品。而且写文章真正对我来讲较合，我着变做讲毋免讲一定爱有这对象。意思就是讲，足侪人着讲，你着去菜市仔，你着去老人院啊，去找一寡讲台语的老伙仔，着变做讲这伫人甲人之间的关系爱做有兴趣，做有办法。你爱找着这对象，而且拢会当铁，啥物话题拢会当铁。毋过对我来讲，我的路线就是上好是一个人会当完成的。安怎讲呢？就是拢爱伫一共温站，做舒适的壳仔内底。叫我去冒险，去找迄无识无识的人，为着要讲台语，变做讲对我来讲有一个压力，惊讲我爱找人，爱有即个对象，这对象要安怎找？就变做讲，我甘愿讲开钱，去找一个线顶的家教。我既然会做即项代志，就是我就是较袂去讲，去啥物
拍走啊，去找一个对象啊，佫免钱，佫会当行记，就是我都毋是即种路线诶人，有可能昨迄个老师伊是即种路线诶人，伊就用伊诶角度去甲我考劝。毋过对我来讲，当然是较无效，因为我即摆有目睭前有一个会当练台语诶，拢无甲我练台语啊，佫叫我去找迄青云人园诶边诶，我嘛毋知影有拄着无拄着，有法度拄着啥物人，拢毋知影状况，叫我去期待。这就是变做讲，安尼讲就对我来讲有较袂合。毋过嘛是看着讲无共款诶代志，就是资源会豆豆仔来，免烦恼。若是无放弃，重点是无放弃。若讲一个仔就放弃，就算讲，伊拄着我即个人，我有足热心诶，去甲伊牵，佫讲逐工要甲伊练习，佫有足侪教材。毋过若即个人就要放弃啊，安尼，互伊遐侪物件对伊来讲嘛无效啊。就是，佫拄则佫讲较伤远啊，就是讲，我若讲写文章对我来讲就上适合，因为我就爱写就随时写，毋免倚靠啥物人。即摆嘛有足侪平台，安尼随时要改文章，写文章，当然文章爱甲伊做一个 backup，才会记字，莫讲到时啥物拢无啊。就是重点是这个。嘛拄仔好有黑米这个老师真好，以前我就想讲，写台文无人甲我改，我嘛毋知影有台语味还是无台语味。即摆拄着这，毋是作业就伫网络上，还是群组去写，伊嘛会甲你改正。对伊来讲有可能是一个使命，对我来讲，足需要诶。我就需要这有人甲我改台文，无我一个人，我哪会知影我写对还是毋对？当然，我嘛是爱加去看一寡文章。我即摆较含办诶，就是无去看文章，拢看无就紧选。当然，即摆看汉文是看较轻巧，毋过当然爱去改善。我就是要来求互家己进步诶，袂当讲去选这简单诶来做，去怨恨讲这遐困难，这哪有需要？毋免安尼。即摆就是尽量，而且嘛熟悉一寡愿意帮助家己诶人，互家己帮衬诶人。安尼真正袂歹啦，就是因为时间愈久，就愈知影好歹。就若亲像讲，隔壁诶同事嘛遐侪当，即摆较知影讲，这就我人生诶老师去点出讲我思考诶问题，我伤固执，我伤伫内底安尼足硬诶，即种想法，爱讨别。这就变做我嘛是做一年了后，较知影讲，倒一个啥物人，对我来讲有价值。我就即个时阵，我就毋免去想讲，某物同事哪会对我就是无友善，某物同事对我诶评价，对我诶看法，歹甲安尼，伊就像业务单位诶，一来就是想要去找我隔壁诶同事，对因来讲，这个人可靠，搁安怎拢好处，拢找无人较勉强，我是第二名诶。
毋过嘛不要紧啊。阮若讲看着讲重要的价值伫倒位，其他吼都毋免遐要伊啊。有哪亲像讲，我若伫台语房，想讲实在是无自在，你着爱若亲像新妇仔共款，若讲啥物话题，人就讲怎会拢你一个人伫发表，着有因的规矩，我着无想要安尼若新妇咧。即摆因可能着怨叹讲这个人来台语房，逐工来即摆就是甲阮做疏远啦。安怎？有可能伊私底下会去讲我这人安怎？毋过我若做一个选择以后，我实在着毋免去要伊。就若亲像迄个查甫的夜妇，有可能伊伫甲朋友的即个处女座，即个股东师会去开讲啊，伫内开讲，甲我批评啊安怎？这哪有要紧？对我来讲，我着做一个选择，就是我即摆重点爱囥在知影我爱的是啥物，着毋免讲希望每一个，就是搁去追求讲每一个人拢看着我的价值，毋免安尼。我若今仔去钻研，逐个拢足善讲这讲台语，因无看着我若讲台语，伫咧外口讲台语的价值。因有可能想讲这台语嘛讲甲无好，无着想讲这讲华语就好啊，足困扰的。因无法度看着我的价值，安尼嘛无要紧，真正无要紧。我有即种想法，我当然就会使看着有共款，共款伫咧外口拢讲台语这人的价值，有开始坚信讲要甲某伊捡转来，这人我着看会着伊的价值，着变讲我着关心，关心即件代志。万项代志无可能拢是认同家己，拢是家己伫咧想啦，讲别人会配合我的精神，无啦，实在嘛免安尼想，毋敢想嘛，毋免安尼想，一切都是家己掠重点就好啊，莫每一个拢无想要放弃，你就是莫安尼惊失去，就是你着选好啊，选好啊，就若亲像迄个台语房，我着讲不爱去遐，若白沙仔新妇仔讲话无自在。安尼我若选好啊以后，无着伫遐台语房，定定烦恼讲会搁来一个新朋友，搁变做华语房，我着毋免讲遐烦恼即件代志。我若做好选择，我着毋免搁讲笑脸讲迄个台语房的房主，这台语讲甲做好的，别位听无，着毋免去安尼想，就是讲家己想好清楚。就若亲像讲公主信，即个人，即个 YouTuber， 最近我拢来看伊的影片。伊若讲今仔就是伊的价值观，就是反共，去追求一个，就是伊嘛袂讲伫咧即种中国即个国家内底讲去牺牲家己，去互人杀起来、关起来，伊的价值观毋是安尼，伊就是知影这无对同，着紧想办法，就是先离开即个国家，去别个国家，而且嘛是讲去叫醒共款的人，而且嘛是苦劝因讲莫伫迄个国家去做一寡有可能去互人杀去关的代志，有可能像人权律师，牺牲家己，结果嘛无好的下场，伊会讲咱着先
出国移民，这就是伊的价值观。伊若即种价值观，伊今仔阁想讲，希望大家认为伊是爱国的，这毋是讲互家己增加痛苦尔尔。就安尼选啊，选即个方向，就毋免阁遐想，去想讲去挂念讲，安尼以前同学是毋是看我无，讲我是我是走狗，这台语毋知要安怎讲诶，汉奸走狗，就毋免去想这就是去坚持家己诶价值观，家己传播出去。这有可能无共款诶角度，若讲以共产党诶角度，当然这是万恶诶，万恶诶，这无话讲。咱看角度啊，若对讲，像讲我听，我就足爱听诶，想讲讲啊真好，即个教咱要安怎思考，嘛有可能会当互一寡中国人咧分辨清楚，讲这怪怪，毋过嘛毋知影啥物是正确，是国家媒体讲诶是真诶，抑是安怎安怎？对因来讲，就足有价值诶。当然就是我都会使加思考即种价值诶代志，毋免讲啥物代志拢需要讲去追求讲大家看着家己的苦心大家拢认同家己这是无可能诶。爱较早看互清、看互明、看互开，就是安尼。